家好啊，又係我 Miss Ma 馬瓊英老師啊。咁咧，我最近咧就做咗一個療程喎，就叫做 3D Newton。咁我覺得好神奇一樣嘢咧，就係、我因為近排都跌過嚟嘅，咁我就個盤骨嗰度咧係好似有個十字形去支撐咧住個上身同埋下身嘅。咁做咗之後咧係穩定咗，冇咁易跌啦。咁同埋咧腸胃都好咗，好神奇喎，唔知點解啦。咁我覺得如果係你嗰個身體咧有歪啊歪嘅人啊，或者易跌嘅人咧，係值得去試下呢一個嘅療程咧，去令到你咧成個整體個身形啊健康咧係有益處咯。今日咧好開心啦，請到香港脊骨神經科醫學院基金嘅鄭希楊脊醫咧，就講解多一啲呢一個3D Newton 機嘅作用啊，俾大家認識喎。咁留心啲聽啊。鄭脊醫你好啊，好多謝你咧接受訪問喎。咁我咧最近啦就做咗後邊呢一部叫做 3D Newton 嘅機喎。咁個效果非常之好，因為我之前跌咗之後咧就做咗之後就穩定咗成個人啦，因為好似咧個十字架支撐住我咁樣。咁呢部機中文名叫咩名啊？其實佢個中文名咧就叫做重力輔助式復康。哦，原來佢個名咁長喎。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一個機嘅原理俾我哋知道？咁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完嘅感覺啦。就係冇易跌嘅，真係冇易跌啊！因為佢可以教我平衡翻啦。咁同埋咧，好神奇咧，腸胃都好咗好多嘅喎。咁我哋就留心啲聽下鄭脊醫點樣講解呢一部機嘅原理俾我哋聽啦。留意咯喺研究顯示入邊，超過80%人會受到腰痛嘅折磨。喺流行病學嘅研究顯示，超過75% 嘅腰痛係會復發嘅。急性腰痛發生後嘅1年內，佢嘅復發率係非常之高，估計有50至80% 嘅復發機會。而更重要嘅係，當中有33% 嘅病人有中等程度嘅疼痛，而有15% 嘅病人有嚴重嘅疼痛。所以腰椎嘅穩定度對於減低腰痛復發係非常重要嘅。有好多方法可以減低復發機會。其中有2個方法成效較為顯著，分別係 Max 伸展運動及 3D Newton 抗地心吸力運動。佢哋運用重量同埋地心吸力提供肌肉等長收縮訓練。其中 3D Newton 已經被證實可以運用地心吸力強化深層腰部同埋腹部嘅肌肉，以穩定脊椎，從而減低工作時腰部受傷嘅機會。以及改善其他治療，包括外科手術都不能改善嘅腰痛同埋鑑定偽裝痛症，亦可提升腰痛嘅恢復時間。喺病人進行 3D Newton 重力輔助式復康嘅時候，病人會喺器材上面將軀幹固定住，然後360度轉動，繼而令到深層腰部肌肉、腹橫肌及內斜腹肌收縮，穩定脊柱。呢一種復康方法可以用於評估同埋治療，佢亦都可以加快急性同埋慢性腰痛嘅復康，提升平衡感及本體感覺。好多謝鄭脊醫咧，就講解得咁清楚俾我哋知啦。咁我覺得一個人嘅身嗰個骨架咧，如果係正，即係有個十字形撐住上身同下身，就會好好咯，個感覺都會好好嘅，成個人好直，坐有坐姿，企有企姿啊嘛，係咪？咁咧近排咧好興嗰啲太空遊，咁嗰啲就唔好啦，千祈唔好要啦。但係呢個咧，我做完之後咧，感覺好似太空機咯，咁個感覺就好 wonderful 咯，我覺得。咁我哋下次再講其他嘅項目，好唔好？See you，拜拜。